咧就身邊不少嘅朋友咧都會有時會反映，就話咧有時去上一啲靈性嘅課堂嘅時候咧，會有朋友啊、同學啊、老師咧就會面對面同你講，就話喂，你有好多業力喎，你嘅業力好重喎咁。咁其實咧下一句咧就或者一個潛台詞咧就係話，咁你就要上堂啦嚇，你就要跟我去學習啦，又或者咧你要去俾錢做某一啲事。的而且確咧喺現今社會裏邊咧，有一啲嘅派系啦，或者一啲嘅人物咧，佢哋係會宣稱咧，只要你花錢就可以去消除業力啊，又或者咧會用呢一種嘅方法，其實咧係一種恐懼嘅輸出，因為當我同你講你好重業力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聽到嗰個人，第一，其實你根本對業力唔係好了解，但係聽到某一啲嘢我好重喎，即係話喂，你身體過重喎，你膽固醇好高喎咁。當有一個咁樣嘅聲音嚟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嘅內心唔夠穩定，通常去得上堂啊，或者揾人去求助咧，亦都係一個比較脆弱嘅狀態。所以聽到人哋話你業力好重我能夠點樣去幫你去消除業力，或者你應該點樣去做去消業嘅話咧，好容易咧會跌咗落呢個陷阱裏邊。